放开他！就知道是你，你这招数也太老套了吧！我早发现了。你呀，该收收心了啊！言归正传，该干点正事儿了。可是我想，哪有你讨价还价的机会？你都休息1年了，不够啊！我想休息一辈子，不行吗？哎呀，段飞，你呀，就别抱怨了。我这次给你找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儿，是想让你享受生活。每次都是这么说。哎，这次不骗你啊，真的。你一定好好的珍惜这次机会。好吧，这次我要保护谁啊？这次呢，你不单单要保护他，而且你要跟被保护的人结婚。什么？啊，没说错，就是结婚呢。你老糊涂了吧？我没讲过结婚。嘿，嘿，以前没想过，现在得想。我虽然是你养大的，但这种事轮不到你做主，更何况你做不了我的主。我知道你有抵触，但是啊，我会给你一个无法拒绝的条件。老混蛋也会跟人讲条件了，说来听听，什么条件？只要你答应去结婚，咱们就可以把以前你受过的苦、经过的磨练，通过这次任务，咱们做一个最后的了结。这是你最后一个任务。你不是一直想知道你爸死的真相吗？按我说的去做，结婚。什么意思啊？这跟结婚有什么关系？谁杀的我爸？别激动，真相需要你自己去调查。我只能告诉你这次任务的重要性。不该打听的不打听，对吧？你这次最好别再骗我。不会骗你，真的不骗你。你执行完任务以后，你爱上哪儿就上哪儿。不过你要失败了的话，后果你自己想。好吧，我跟谁结婚？他叫云诗彤。云诗彤？小的时候你就认识。只要能找到真相，我跟谁结婚都无所谓。爸，你看怎么样？挺好的呀。那我上班去啦。好嘞。彤彤，爸，我送送你。哎呦，爸，我这是去工作，你还亲自护送啊？怎么对我工作不放心啊？我云家美女大众菜，有什么不放心的？瞧你这话说的，我都不好意思了。今天早上坐着看了一早上的报纸，顺便送送你，活动活动筋骨啊。好吧。云总你好，你老宋呢？宋老生病请假了，这2天我给云总裁开车。我叫小鱼。他怎么没跟我请假？得什么病？要紧吗？啊，不碍事，感冒。感冒？以前发烧都来接您的，从来都没有这样过。
今天第一天上班，咱们抓紧时间，好吧？来。让你办的事儿怎么样了？都已经办妥了，夏马威一定给足了。好，咱们就静候佳音吧。哈哈哈哈！好。哎，这总裁第一天上班就迟到，可不是吗？好。爸，说实话，您真的对我上任做总裁那么放心吗？我云顶的女儿，差不了，还担心什么？可我还是紧张，害怕出错。以后要负责公司那么多人，我害怕因为我的一个错误决策影响了公司。上任第一天紧张是正常的，等什么都按部就班了，感觉慢慢能找回来的。哎，司机啊，建设路过了吧？我记得是刚才那个路口拐弯，怎么今天绕道吗？对呀，我觉得好像也是走错路了。司机啊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赶快转回去！停车！别怕，千万别出去，记住啊！你听见吗？爸，你要干嘛？你也不能下去。你记住，不要出去。爸，爸，爸！어이, 우리 마누라랑 장인 건드리면 되겠냐? 어? 야!